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检调经办立委收钱的案件，掌握到时代力量的前主席徐永明收钱的关键证据。这个调查局发现，泰流的前董事长李兴良为着要摕回所有的经营权，透过初选民调的总经理吴世昌，找徐永明来参加这个公听会。一开始，徐永明无愿意，最后敲好势咯，讲卖挂伊的名，徐永明才来愿意。 对方就甲回讲，我帮你爱集，意思一个过几工早去找你。徐永明甲回传一个赞的大图，就是这将做收钱的证据。目前徐永明甲赵正武无来收押，分别以80万甲100万来交保。检察官不服，已经提出着控告，即卖就等高等法院来做裁定。案情的部分我不能谈哈，好，不过。 我绝对没有问题啊！这是下晡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对法院行出来，80万交保，伊强调家己无问题。但是即马检调可能是找到伊乌洗钱的证据。监听了后发现，泰流前董事长李兴良为着甲所有的经营权摕倒来，透过初选民调总经理吴世昌找徐永明来参加公听会。一开始徐永明讲伊无想要插，但伊是党主席才个讲。吴世昌讲会当用顾问的身份来出席。徐永明也搁回。 讲千万唔通出现我的名。最后吴世昌讲要互伊集，意思一个过几工我提起互你。这个集检调认为讲可能是10万的意思，就是面交乌洗的钱。徐永明也搁比一个赞，意思是讲伊接受，代表双方有契约，这就是收押的证据。 20万这个怎么解释啊？除了徐永明，另外一位无党籍的立委赵正武涉嫌滨总土地变更地目案，100万交保，北检已经伫初6提出控告，高院上紧是初7会裁定。另外2位因为涉嫌收乌洗钱去用收押的办公室主任廖国栋的助理丁福华、赵正武的助理林家琪2个人控告。 高院嘛已经分案，这个案件控告期限是5天，其他的被告上班10号进前拢会当提出控告。